日前我来投军是来还着大人你的名位，如今来投军，我已经改名，为什么要将我处斩？这是为什么呢？等于本官皇帝的招兵是要爱一个好彩头。你啊看，所有来投军的人，若是穿黑就穿到粉红色，加你啦，规身骨甲穿白，袂输咧甲带下。哼，你这分明是咒骂本官歹结条。来啊，阿飞斩！大人，大人在这创啥呢？总兵大人，虽然咱是上海结拜兄弟，因为生性好穿白衣，所以才会去冒犯了大人的禁忌。希望总兵大人看在阮众兄弟的份上，发我开恩，了下的一命。大人啊，当情的啦，大人。大人稳定。好啦好啦，四位，看在这4个击败我的面前，饶你一条高命。我看你也是等于恁故乡去种田啦，下摆唔通过来投军，下摆你也过来吃，难怪本官刀下无情。关准。是。你厝比我还文前表示无改心如坚啊，为何对我有先见？我不如的花哟，去的景啊店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但你也莫这么烦恼啊啦！张书记若毋收你哦，咱就准算嘛。咱规气哦，兄弟带出来，等咱红叶山做一主，逐工嘛有烧酒通啊啉，还佫用点，还佫。对，你也有本事难改啊！无啦，大哥，开始我是真早来改啊，大哥，照小弟家己看，分明伊张书贵是有意要来为难你。若安尼是，不如咱就暂且倒转来故乡，明日若是有机会，再过来投军。是啊。兄弟，你既受命为己办，去过伊我同离开，功名无分我忍耐，若有机会，我再来。结义今南好兄弟，相来同心是相依，小弟定要对你去，小小祭拜，小小祭拜不离弃。对啦，大个啊，既然若要走哦，无咱规定大家拢斗阵走嘛。对。要无你若走了后哦，阮搁踮遮做这兵，哪有啥意思啦？对啦，大哥，小小的棋牌无啥物了不起啦，咱若是转来去哦，免那么甲伊生气嘛。是啦。蒋兄弟，你也是爱大的，虽然是小小击败我，这则是有为国效劳的好机会啊。毋过，莫搁再讲咯。假使你众兄弟，恁若是毋听大哥的话，以后恁就莫叫我大兄咯。好啦。后摆，你若等待有机会的时阵，有受到兄弟的同情，会当甲大哥推荐者，我就真感谢恁咯。对啦，大个，无规矩吼，你倒转来韩家庄休困，等待阮的好消息啦。是啦。韩家庄我是袂用咧倒转去，安尼大哥，你要去倒位咧？我也是倒转来去迄个南山草厝，表喜下眼，过迄种日子较好。你我兄弟，从此后会有期。大哥，大个，大哥。
店小李，就我赶出来。好。来，遐喙银哦你。唔通啉啊，会醉啦。啊，给我，给我，哎。少年啊，少年啊，起来啦！啊，你来到倒遮困啦？遮真危险，你知唔知？好酒，好酒啊！起来啦！这是真危险的所在，你知唔知？你搁甲食酒醉倒遮困啦？哎，你看，这是好的所在，你知唔知？还有一个警示牌啊，我念你听，我念要写，吼，行人注意，此山有猛虎。伤害不小人，上山者必须成群结队，多带武器。啊，像你这个人，空心的搁加早来吃，你唔惊叫某来食因呢？你讲啥？猛虎会食人啦！猛虎食？哎呀，哼！我唔惊，我掠猛虎来食。少年啊，你唔通酒醉啦，这句话唔好讲啦。这人在叫吃的，莫去。相对啊！哇！哎，少年啊，猛虎伫倒位啊？我这个戆人要掠猛虎来配烧酒的啦，你莫去后壁我甲你结点心哦，你。叫我的老风霜。那是啥物声音？救人啊！上山要掠猛虎，我来去掠好，你看。到底受了罪啊，无了罪安尼啦？哈，哎呦！是讲吼，我伫咧分老家规啦哈。若讲我少年时代啊，亲像即款猛虎，都是三两只我来吼，我都无咧惊啦。请问君爷，尊姓大名呢？我叫做听一龙，龙嘛是迄个高头军师好看成，安尼拍一记互我到，我差一点啊，这条老命就劈尾。你叫做什么名？多谢你救老夫一命。啊，唔通客气，在下叫做四咧。人啊，若食老就无路用啦。看你安尼年纪遮尔少，竟然有即身的好功夫，唔知恁兜住伫倒位？啊，你现在是咧创啥物头路啊？我住伫龙文县四家庄，空有一身的武艺，踮伫迄个南山
表姨下眼伫咧路上。啊，可惜啊，可惜！啊，你既然敢有这身的好功夫，啊，即马龙门关当时伫咧招兵，你若无爱去食娘投军，嘛求一个啊出路咧。这份我甲师徒无言啊。你甲师徒无言，无啊，即句话是安怎讲？姿态，我甲讲啊命啊，无缘分啊，我情的两啊文，去的投军啊。所处的为难啊，将不准，你也出闭关，出来冤啊文啊。你用这身的好功夫，张士贵是安怎伊会唔采用你咧？这我家己嘛唔知影。冤老夫问冤老，心怀意事贵啊，处事太无知啊。伊究竟得病，迄落啥把戏啊？敢是其中有会翘我起的？张士贵，你奉旨招兵，挑选英雄，竟敢弃贤不用啊！张师傅，你唔免失志，老夫只有二配灵旗一支，你甲我举去龙门关，互伊张士贵看。我唔相信讲张士贵伊甲第三摆搁甲你赶出来。二配灵旗，敢讲迄个天一龙，就是老国公听他紧。是嘞，是嘞，我问你，你昨日救遐老伙仔，伊是毋是有问你的名咧？知影是甲伊讲我叫做死咧，并无甲伊讲我。哦，既然也到二配灵旗吃，我袂用个讲唔用你咯。多谢大人。是嘞啊，你敢知影讲你两摆老投军，为怎样我无爱用你咧？小会知影是讲误犯就大人，你会禁去，小是治罪。哎呀呀，迄小可代志，毋是啥物个代志，小可小可。若是我歹用你吃，目的就是要救你。救我？为什么？莫怪你毋知，我即摆讲你知。顶一日万岁爷在梦中梦起一梦，梦起一个白袍小将，手也通天飞剑，穿甲金剑，将万岁爷给掠掉的。白色江山美国人，万岁爷精神非常的生气啊！是嘞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大庙庙法的白袍小将是啥物人呢？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你。万岁爷在梦中有谱一首诗啊，家住逍遥一点红，飘飘四海应无踪。三世海棠千鸟计，心心不断做金龙。后来万岁爷也叫了军师来逼解，军师咧讲，
头一句食，就讲这人住咧山西；第二句食，这人是姓氏；第三句食叫做仁贵；最后一句是四仁贵，要夺占天下。所以万岁爷叫我来遮招兵，就要暗中查究这人，也到家社将伊斩治，以绝后患。冤枉，真是冤枉啊！哎呀，我的人是非常好哦，我有好心之德，所以你两摆来投军，我个会甲跳来甲你赶出去。遐尼拄好，你偏偏当着老国公听千岁。你自投罗网，我哪有什么法度能救你？我哪有啥办法能救你？我哪有法度能救你咧？哎袂用的咯，有机会能住伫遮，我哪会使放你去？不过，嘛要救你遮。大人，叫大人稳定，叫大人救阮大哥。大人，你救阮大哥。有一个办法。好，四弟啊，自今仔日起，你的名就叫做四弟。四年归3年，绝对唔通提起。正月2号有欠火头军，较忍耐一个。你去遐做火头军，你甲煮饭炒菜，人看看你也袂当着，炒嘛炒你袂当着。较忍耐，等到你若有功劳食，我有机会走去皇上爷，将功赎罪。多谢大人。禀大人，属下甘愿甲阮大哥当为火头军，甲阮大哥带斗阵。对啦，我嘛要来吃饭啦。好，不过我甲你讲，从以后要叫伊死人，人叫伊死人贵哦。你若叫死人贵，一定去害着我。准备。知。大好。调好。你就四年跪留在这所在，嘛你有一天皇上若知影，这放心，3万的大军已经足啊。咱从这招兵册吼，4年贵名骗天上，万岁爷看，伊嘛看袂出，查嘛查会出。从今以后所有的功劳事啊，就是现在你的咯。朝军10万兵马以上，招兵的名册却无应望现实。皇上，请免着急。既然张士贵招兵继续，4年贵也必然在10万大兵之中。既然有4年贵，张士贵的造表为何无伊的名字？这是欺君之罪啊！哼！若讲迄个张士贵人，就规百岁我就气啊！听千岁，敢讲伊敢得罪二心？
得罪我，哼！伊敢，伊有几粒高胆？我是咧讲即摆奉旨去吹牛啊，经过迄个金钱山，也拄当明火村啊，加载一位壮士来解救啊。家己一个人空拳，安尼有才调拍死才明火。有这个好本事的人，唉，好本事是好本事啦，啊，听讲也有去张士贵遐要去投军，张士贵竟然唔用伊，我将伊赶出去。是这种代志。唉，皇上啊，但我敢骗你心哈？啊，人听一个毋则袂堪要去，将我迄支二批的零钱举，互伊叫伊举去龙门关去投军。也若安尼听千岁，你敢无问迄个将士叫做甚物名？啥物名吼？是啊，但是叫做啥物名？人哦，若食老这粒头壳都混沌啦，但嘛毋知叫做啥物咧。啊，反正袂记的，记袂清楚啊啦。长兄，现在10万大军已就，却无应望现实，正当之事，是要如何处置？皇上请勿忧，挺台伊张士贵若是回京了后，咱就会用个兴兵去东征，到时阵自然就会见到应望现实。不知张士贵的兵马现时到什么所在？天界山。深不见底，咱的大军是要安怎为遮过？天气遐尼好，忽然间这地下十几开，欠一地陷，到底这是凶险还是吉？我看你若唔派一个人，就去探这个地下，就知影这内面有啥物妖怪伫咧作乱啊！哎，将军，你到月2号赢，去钓鱼死嘞，来这所在去看。遵命。大夫，你意思是讲要叫伊四林跪落去这个地下？我要看死哩有啥款的本事。万一伊若死在地下遮，自分伊的命有较底。总管，就是叫我有啥物代志要吩咐？是哩，咱大军来到天界山，忽然间地里也现出一个地线，阻碍着咱大军前进。我看这地的基深是无比，内底必定有啥款的异宝。我是讲要叫死个你落去也探一下，我着记你大功一件。大哥，你看，这个地下深不见底，这落去伤过头危险，你爱考虑。对，大啊！我看吼，你唔通落较顺啦。怎样？你是毋是敢落去？小遵命。来，准备零碎甲吊拿。大哥，你免去去。大啊，袂用的啦。哎呀，众兄弟，你毋免为我伫咧担心。生死是由命，我若无落地下落去看，哪会知内面是有啥物物件呢？莫去讲，准备。来，你嘛跳。大啊，弄遐个细腻的呢。我家己知影，若是你有影，咱赶紧多爱小油钱啦。
梁啊，甲救我梁，阮就甲伊拖起来啦吼。知影。来，我来，呀，哎，不了，慢慢啊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大哥，你要注意啊！过来，大啊，较细滴个，大啊，细滴哦，别见到救我梁哦。我放落来，好，我放落来，大哥，你要小心啊！好，放落来。好。大哥，较细滴哦，我放落来了。好。大哥，有啥物动静无？较细滴的，大家较好咧放的。大哥，有啥物动静无？什么？死在爬落地下，爬袂当起来。是啊。哎呀，大哥，迄个地下是深不见底，几个人甲摔落遐，绝对无生还的机会啊！起来。我看损失一个火头军，也无啥物可能妨害啦。拖下去，将大军原路向家城进发。班长，大人，求大人允准，互阮兄弟踮咧遮加等一两天啊。阮大兄就是死踮咧地下内，嘛都要将伊尸体找倒转来，找倒安葬才对啊。求大人允准。大人啊，大人。好啦，我准恁去找尸体。谢多谢大人，来，进来去。我看，四林贵一定是死啊！谢美娘，
你是我乃九天玄女是啊。地主四灵贵，宝剑娘娘千秋。四灵贵，你处气正当，关关有好汉，济济有伶伶。所以我知你要路过天界山，故意冲开地形，等你落来，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。祈求娘娘指点迷津。方才你所食落的米粮、米好、米牛，乃是天界仙物。现在你已经有一粮二好、九牛之力。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将石洞内迄尾青龙甲伊放走。现在迄尾青龙已经到辽东作乱了。保护要树立。厝边名叫白虎鞭，你若撞到当了一个青面红手的人，就是你所放走迄尾青龙，你应用厝边制服伊。拄讲名叫郑天公，再加5支的传魂箭，迄尾青龙善用九曲飞刀，你用此箭的确保伊的飞刀啊！多谢娘娘恩赐。这领箭炮名叫水火炮，穿在身上水火不侵。这本兵书就是设计孙武子所写的《孙武兵纲》，内中所记载带兵的做法，以及种种定势的破法，望你用心研读，温故知新。多谢娘娘。凭你的本事，再加上这5件的宝物，跨海征东，一定会凯旋而归。得报之事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助你一阵清风，送你出地穴。我已经搬咧第7天啊，到头无半个消息，第下个现金。二哥啊，我大爱阮无办啊，拢是张书记这个狗官。爸唔叫，白白要叫咱大汉，咱大汉若真是发生不幸哦，张书记哦，遐头我一定要把剁起。江元体，我嘛较小心的，你小心叫人听到。好听就用听着嘛，大不了是病了嘛。啥物？大哥啊，我透早后伫遐总管咧讲啦，讲明仔大早讲着要改造会惊啦，啊咱大汉袂起来，后是要安怎啦？我看咱公公坐在那只唔是办法，我要落来探看你他。你讲，唔得，你讲，兄弟！真是无勇往现身。
皇上下水，赐到龙门关招兵，该受微臣亲自定兵，确实就无四人贵这个人啊。英梦显心，白袍将为何不在兵车中？当了的反将心晓勇，何时风流？虎的鹰啊勇！皇上，应望贤臣，虽然无来投奔，也毋过万事有拜囝婿何宗贤，可报陛下华海正东，请陛下放心。哼！应望贤臣，正当之事，是要如何处理？虽无人贵，的名声，行兵当征啊也可用。一切皆是天意定，请主放心啊，所的行兵。是啊，皇上啊，咱国内国是小小藩邦，也无高人，也无勇将，只要咱大军若到位，就可以将伊走灭掉。为着王兄说得无错，这次东辽重征，千里不下，应当爱选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为做元帅，才能担处重任。秦王兄年过老迈，而且一生劳碌，应该在家安享意念，定有意要互为弟王兄挂帅前往。降我王万岁，万岁！万将，皇上，我弟将军也年纪跟老臣差不多，为什么我无能挂帅，伊就可能接掌兵权时？真千岁，此去征东，跋涉千里，此去是难关重重。真千岁，现在的你免来甲以前会比的咧。我真强挂帅多年，身经百战，心怀难关我毋捌见过。我再讲，我伫将军昔日，甲我连战300回合，3边换2眼，皇上也曾经亲身看见伊大败利多，论我本领比伊高强，为什么伊能挂帅，我就无能接掌兵权时？对啦，哎哟，皇上啊，要若是讲得要论这个功夫啊，是真王兄伊较高强啦，但这颗乌哦，一日毋捌一回，这就是要安怎做元帅啦？王兄不必多啦，真王兄年高体弱，为着王兄，你看身体强壮。当然可以挂帅。陛下，老臣的年纪虽然70，不过我总然的本事还在。正当之事，在我来讲，易如反掌，一定会当马到成功。老千岁啊，我想你踮家中好好享受，岁运交予我。哼！你爱我岁运交予你，会用的。不过，在这皇上面头前，个人提出本领来彼此看卖。假使我若败者，我愿意将岁运交予你。好，你变来变貌。好，皇上，请你出旨，
互阮两个人来比试。竟然认为王兄国不善良，经受所领在五条门外，举金狮决胜负。哇，老千岁啊！这只金狮几千斤的呢，我想卖啊！哈哈，你既然有本事，你举起金狮，看你有办法，踮这个所在3回9转也无。好，我相信。连鸟都无法度啊！是。老先生，我金狮有够重，恁摸去啊，摸去啊！我来举起金狮，3回9转，互你看卖。好，摸。乾隆爷，千岁，千岁。